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28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出国务工。这2年咱们直播的时候做节目，就经常聊到出国务工。我们年轻人在国内又卷不过，躺又躺不平，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很多人不约而同的就想起了，说不行就在国外找一找机会。国内卷，那国外至少目前还没卷起来，至于以后卷不卷咱不知道，至少现在它不卷，还没卷起来。就在国外还没有卷起来的时候，咱们去那儿也能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所以说，随着国内经济形势、就业压力越来越大，那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或者想着出国务工，到国外找机会。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出国务工啊。4月27号，南方人物周刊他刊登一篇文章，叫出国务工的普通人，10万元拆一个改命盲盒。他这个报道正好的在当下给咱们展示了一幅出国务工的一个图景。当然这都是一家之言，给我们很多想出国务工的朋友，或者对出国务工感兴趣的人，可以提供一些参考，可以看一看到底有哪些情况。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南方人物周刊关于出国务工的报道。他这说的都是一些普通人怎么样出国到国外改命盲盒，就改变命运。我想这个作为一个参考也还是可以的。他这文章前面直接就说到，为了在海外获得一份蓝领工作，不是白领，是蓝领工作，他们需要一次次成为幸运儿，躲过防不胜防的骗局，凑齐高昂的中介费，或是在百里挑一的中签率中胜出，变量涌现，分化出新的路径。当翻身梦想照进现实，他们或许会发现游戏规则并未改变，甚至更为残酷。并非所有人都能开启新的蓝图，但机会仍在路上。这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是报道这个在以色列务工的中国人，说真被炸到，我第2天就去买彩票。什么意思啊？这大家知道，朗子不停地向以色列发射集束炸弹、无人机还有导弹。在以色列的很多打工的，他们不担心被炸到，炸到你就中彩了，你就中奖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周末他是这么说的：你要回来吗？以色列时间2020年3月23日上午10点15分，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向宋涛转发了一则中国驻以使馆再次组织公民撤离的通知，后者回了句在上班。也就是那边的，我们感觉以色列我看被炸的，尤其国内的吧，媒体转发的都是伊朗的新闻，显得以色列很紧张恐怖啊。所以说记者就问他回不回来，结果人家很淡定的回了一句我在上班。随后发来一段20秒的视频，镜头从一栋在建的高楼护栏处扫过来，两侧街道空无一人，只有远处的吊塔在缓缓旋转，发出低沉的轰鸣声。彼时距离美以冲突爆发已近1个月，宋涛所在的工地从未停工过。这个工地位于以色列沙漠边缘城市迪莫纳，该市附近没有一处敏感核设施，而且设有一处。就在2天前3月21日，该地区曾遭伊朗导弹袭击。新华社援引当地救援部门的消息称，袭击导致一栋建筑物倒塌，造成39人受伤。即便如此，回国也暂不在宋涛的考虑范围内。半年前，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与宋涛第一次交谈时，他提及了首次听到防空警报的惊慌。那是2024年末，他刚抵达以色列不久，在特拉维夫都会区南部一处建筑工地做小工。当时他正在楼顶干活，刺耳的警报骤然拉响，宋涛的汗毛瞬间竖立，他下意识地朝楼板边缘跑去，探身下望，我靠，导弹来了，赶紧跑！宋涛顺身看去，一位中国工友正一脸坏笑地看着他，环顾四周，工地上依旧是该扎干净的扎干净，该搬东西的搬东西，也就是其他人早就习以为常，无所谓，对吧？只有新来的很紧张。几个月后，宋涛老板调往更为偏远的迪莫纳。2025年6月13日，
以色列发动代号为崛起的雄狮，就是13日战争，重点打击伊朗核设施及军事目标，并造成包括革命卫队高层和核科学家伤亡。作为报复，伊朗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数百枚导弹。那个夜晚，在迪莫纳，防空警报已是生活的一部分。一个休息日，在宋涛前往超市途中，警报骤响，他随人群赶往附近一栋居民楼防空洞。高空中突然传来几声低沉的爆响，一道道白色烟痕清晰可见。宋涛猜测，那阵如闷雷般的轰响或许是导弹被铁穹拦截后的爆炸声。多数时候，警报会在傍晚或夜间响起。宋涛的解读是为了搞心态，最频繁时一晚就响过6次，几乎隔1小时一次。工友们的宿舍位于一栋老式居民楼，屋内没有防爆间，警报响过，楼道总会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是同栋以色列居民赶往防空洞。最安静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房间，天天晚上拉，我就当是催眠了，被子都不带抬的。这种心态延续至今，就痞掉了。来的日子久了，防空警报在宋涛耳中几乎变成了白噪音，但若将之归于麻木，显然也不公平。在以色列，人们一周工作6天，工作日宋涛通常5点40起床，工地不管午饭，他会在前一晚备好菜，5分钟炒熟，都是洋葱炒蛋这类快手菜。接着老板会开车送他们去工地，早上6点半开工，晚上6点半下班。你看，那也是12小时。小工干的都是打杂的事，清理工地，搬运材料，爬上爬下一整天，脚底像被火烤般疼。回到宿舍累到手机都不想玩。那这种在工地干小工12小时，一周干6天，工人们的工作地多由中方雇主指定，即便下个月老板接到风险更高地区的项目，宋涛也不会拒绝。说白了，我现在只一心赚钱，只要没炸到我，其他都不管。如果真被炸到，我第2天就去买彩票，10万元一张的工地门票。若不是为了挣钱，宋涛大概率不会选择出国务工。那这当然了，出国务工的都是想赚钱是吧？在国内赚不到钱，那没办法，出国赚。90后的宋涛毕业于一所民办3本，你看也是本科毕业，学的是工商管理。他用无用的万金油来形容这段学习经历。毕业后他做过外派业务员，此后一直是销售，销售岗起薪低，开单也不稳定。办理信用卡后，他养成了超前消费的习惯，又渐渐走向以贷养贷，很快征信就黑了，大几十万的债务，一半都是高息滚出来的，也是被这种小额贷款给整惨了。超前消费加高利贷，基本上就是黑洞，那么他没有还债能力。宋涛的父母在浙江老家经营一家杂货店，这2年生意不景气，手上压了很多货。宋涛跟父母摊牌后，二老帮他承担了部分债务，但窟窿依然很大。让他倍感压抑的不只是接连不断的催债电话，还有女友父母提出的彩礼金额。宋涛本想从50多万谈到20来万，可对方不松口。分手后，他删掉了对方的联系方式。30岁的他眼看着自己生活承受着钱的重压，重建的可能同样落到怎么赚钱上。一次回老家，宋涛遇到了一位回国探亲的亲戚，对方的父亲10多年前便前往以色列从事建筑工作，后来也把儿子带了过去。从亲戚口中，宋涛了解到，在以色列做建筑工1年能赚30-40万元，这让他第一次看到了翻身的路径。实际上你看，这都是朋友带亲戚互相介绍带去的。宋涛显然就动了心思了。在国内建筑市场就业机会如工作量双降的背景下，出国务工正被越来越多的建筑工人纳入考量。不同于越南、泰国、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的工人，劳务输出大多是年轻人出卖体力，复杂一点的工作就做不了。经由国内房地产
几十年高度发展锤炼出的中国建筑工人，在国际市场上更受青睐。宋涛也曾考虑过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出国新手村，最喜欢这个第一次出国的务工的，最喜欢去的就是日韩、新加坡，距离近，文化相似，但考虑汇率和薪资水平仅略高于国内，权衡收入和熟人照应等因素，宋涛选择了以色列。2023年，在亲戚的推荐下，他联系了3、4家中介，正式筹备出国。你看，亲戚推荐他也是找中介帮他办手续。直到2024年8月，其中一家中介传来确切进展，宋涛支付了约5000元押金，待确认工作签证审批顺利，相关进度明朗后，才付清9万多元的尾款，再加上机票、体检、公证等费用，总花费超过10万元。这钱也不少，你要出国务工要花10万，去以色列啊。2024年12月，宋涛从北京出发，经乌兹别克斯坦转机抵达以色列，那是他人生第一次出国。同行的10来人多与他同县，只有3、4个来自邻省安徽，宋涛是其中最年轻的。也就是说，宋涛30岁出国还是最年轻的，同行的还有40岁的，对不对？还有50岁的，花10万元出国。赴以的中国建筑工人大多年过40，人到中年，背井离乡的理由各不相同，有的创业失败，有的被拖欠工程款，有的为了给妻儿奔个好生活，也有人早已习惯在海外漂泊，如候鸟般辗转。经过10余个小时的飞行，他们抵达特拉维夫，随后被各自的老板接走，自此散落四方。这个南方人物周刊说，雅思加电焊比985大学毕业还要好。这文章说2025年7月16日至5点26分，正当宋涛在丁莫纳挥汗如雨时，7000多公里外的杭州地铁车厢里，25岁的陆丰收到了一封足以改变人生轨迹的邮件，发件人是澳大利亚内政部，通知他已被抽中，可继续申请 WHV 签证。为即澳大利亚工作假期签证，该签证允许特定国家的年轻人以合法身份在澳停留最长12个月，期间可工作、旅行和学习。若第一年完成至少3个月的指定工作，即可申请第2个 WHV， 延长在澳停留时间。这去澳大利亚打工首次申请 WHV 采用抽签制度。公开资料显示，澳大利亚每年对中国大陆首次申请者签证配额约为5000份，会通过多轮抽签从申请者中随机选出，直至年度名额用尽。官方不会公布申请人数，每年的申请行情多是口口相传。根据陆丰此前加入了一些线上交流群的说法，2025年中国大陆的申请者约20万，20万里面申请可以过5000个，这个中签概率好像比考公务员差不多，比考公务员还要简单一点，也容易一点。通过了后续的英语能力考试后，陆丰在某公共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60字出头的文字帖，想问问看，说抽中了 WHV 会贴瓷砖呢，是否可以在澳洲干中工？那是他在该平台发布的第一条帖子，仅2天，该帖就吸引了近20万人点击。在传言中签率创历史新低的背景下，陆丰一抽一中的锦鲤体制，或许是这条帖子最初引发关注的原因之一，但真正让讨论迅速升温的是他贴砖技能在澳洲的惊人吸金能力。其实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人拿到 WHV 的年轻人分享在澳洲打工经历，可常见岗位多集中在咖啡店店员、蓝莓采摘工、肉联厂剔骨工等服务业或农业工种。这些岗位受人员饱和或季节变化影响，往往伴随着持续的找工作焦虑。与之相对，陆丰的帖子下，不少在澳华人几乎都在背书着同一个判断：在澳洲会贴砖
真的很吃香。今日悉尼的网站上，华人招铺瓷砖大工给500刀一天，洋人应该给的更多。发帖不到2天，陆丰就收到了多份华人老板的工作邀约，中工时薪45到50刀，小工30多刀，大工60到70刀，工资2周结一次。此前犹如赴乙签证迟迟办不下来，宋涛也一度想找路子去澳洲，不过 WHV 并不在考虑范围内。 WHV 没有明确的申请门槛，年龄需要在18至30岁之间，大专及以上学历，并通过基本的英语能力测试。这些条件实际上已经将绝大多数中国建筑工人挡在门外。全国农民工仅 16% 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52% 为初中文化程度。这也意味着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建筑工人，若想通过正规渠道赴澳，只能选择482签证，即临时技术短缺签证。宋涛曾向中介了解过，该签证的办理报价基本都超过20万元。一位自称从事劳务行业国内中介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这笔高昂费用的构成，一部分是签证申请人需自行承担的费用，如签证费、保险费、体检费、职业评估费等；另一部分则由雇主负担的成本，却因需求旺盛而被部分转嫁给申请人，包括担保资质申请费、具体岗位提名费以及占比最大的 SAF 征费，相当于当地的税金一样的这种东西。跟宋涛一样，江苏人陆丰在决定出国务工前也并非建筑工人。2022年从一所2本院校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陆丰进入某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从事高端项目施工安全管理工作。当时薪资不错，主要是各种奖金多。可进入2024年，薪资下滑，晋升受限成常态。我参与建设了那么多房子，但以我的收入，在杭州连一套房都买不起，就感觉前途无望，整天浑浑噩噩，没啥意思。进入2025年，不想摆烂也不敢闲着的陆丰萌生了出国务工的念头。他先后收到2份录用通知，一是国内某基建央企沙特项目，另一家是某新能源材料企业的印尼项目。然而10000元出头的税后月薪不足以打动他。你看，去了印尼或者去沙特，工资没多少，税后才1万块，说多不多，说少其实也不少。但是毕竟去沙特啊。同年6月，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提交了 WHV 抽签申请，等待结果期间，也在备考1级注册建造师和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不求涨薪，只求多一份工作机会。也就是在家闲着，他也没真闲着，还在考证，这个就叫什么？艺多不压身，对吧？挣多了总不是坏事。面对留言区对日薪500刀的一片羡慕和雅思加电焊大于985，早知道学技工的调侃，陆丰显得格外冷静。他清楚所谓的天选并非天降。初中阶段，陆丰一度厌学，休学期间，经营着一支小型施工队的父亲把他拽去自家负责的工地当小工，搬砖、拌水泥，跟着叔叔们贴瓷砖。经历了工地程度的辛苦，他最终重返校园。此后每逢学校放假，他都会去工地帮忙，也就是他干过贴瓷砖的活。我爸干过的行业很多，小时候家里种地，我背药桶打过药，很苦很累。我爸还养过30-40头牛，我得帮忙打草料、铲牛粪。后来他开过混凝土板厂，我学会了开铲车、装料机、焊机、平地机。你不帮着干，家里就得另花钱雇人。陆丰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的家庭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完成托举。当然了，出国也并不意味着都是好。与深感大有可为的陆丰不同，在德国斯图加特一家中餐厅工作的方欣对出国务工有着另一番理解。40来岁的方欣
持有德国短期工签，签证有效期8个月，与澳洲的 HV 类似。这类签证为缓解企业高峰期的劳动力短缺而设，适用于酒店、餐饮、机场等服务业岗位。不同在于，德国短期工签门槛更低，没有语言和学历要求，也无需职业培训，3个月内就能办好手续。这并非方欣第一次出国务工。2021年，由于家庭变故，身在东北的他有了出去看看的想法，经费有限，没渠道、没人脉、没经验。方欣选择通过中介办出去。我们这种背景的人员可选的基本就是中餐厅、超市、建筑、装修、按摩。当时赚钱并非他的核心驱动力。拿到中介提供的项目单后，他筛选的关键是工作时长。大多数地方要求10到12小时，只有一个确定的是10小时，而且工作地在超市，月薪1000欧元。就这样，他抵达了地中海中部岛国马耳他，先到马耳他工作，以1000欧元1个月。方欣中学中专学的是餐旅管理。来欧洲前，他也曾憧憬这里的悠闲生活，到了才明白这种想法有多天真。他们之所以悠闲，是因为有我们这群人在为他们服务，不然为什么要给我们发工签？在马耳他2年，并没有让方欣爱上海外生活。回国后，他仍在找寻方向，先后在沈阳2家餐厅打工，选这2家，目标明确，一家学后厨，一家学寿司。在方欣看来，餐厅真正有技术门槛的岗位不多，炒锅和油锅最核心，寿司算是强度比较适合女性的一门技术。出国务工若有技术傍身，待遇和空间会大不相同。沈阳这2家店的薪酬相当，每日工作8个半小时，中间固定休息2小时，工资在4000到5000元，钱是少了些，但相比一天工作10小时的马耳他倒是轻松不少。2025年，他踏上了前往德国的航班。方欣一直有出国读语言学校的念头，他算过一笔账，一般的语言学校学费每月在4、5千元，加上房租和生活费，费用就要翻倍。按读半年算，叠加机票和各类杂费，至少需要准备10万元。此外，还需要提供至少10几万元的资金流水证明。留在国内攒钱，他至少还要1年半。如果去德国，包吃包住，月薪2000欧元，8个月下来，扣除3万多元的人民币的劳务中介费和机票等支出，每月能剩下5万元左右，效率显然更高。只是这份钱比想象中难赚。方欣入职的这家德国自助餐厅由华人老板经营，可同时接待300位顾客，后厨以中国籍员工为主，厨师多为长期工，帮厨有2名短期工和1名兼职。方欣被安排在水吧，既要承担水果、甜品和糕点的切配制作，还要负责水吧和卫生间的清洁工作，几乎没有适应期。他一到岗就立马被榨干。自助餐用餐时间长，餐厅的工作时间通常从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名义上中间有1个半小时的休息，但由于水吧的工作特性，方欣只有在客人离场后才能清理杯具。一些甜品和水果消耗快，还需要提前备料。周末或假日高峰期，中午通常只能休息10几分钟，甚至完全无休，其实很累呗。原定2000欧元的月薪被老板降到1800欧元，理由是工作慢、效率低。持续的负面评价让方欣一度陷入自我怀疑。直到后来与其他餐厅打工的同胞交流，他才了解到水吧岗下班晚、加班长是行业普遍现象。方欣试过以此为据跟老板抗争，但最终无济于事。在方欣看来，最适合出国打工的是那些挣钱目的极其明确、能拼、能吃苦、有韧劲的人。短期工签本就是为高峰期而招，做的事情多是见缝插针，分到的活儿更零碎，也更随机。8个月签证到期就得走，老板不会真正重视你，而且你是花了几万元过来的，加上语言不通，吃住工资换汇都依附于老板，
也就更容易被拿捏。餐厅员工流动频繁，有个21岁的乌克兰姑娘，算是店里的老人，颇受老板器重。她和结婚3年的丈夫都在这家餐厅工作。来德国2-3年，她会说德语，负责跑团，不足2000欧元的月薪，除了维持自己的小家，还要寄回乌克兰贴补父母和2个妹妹。一位40出头的四川女工友就没有那么好运，她此前在安哥拉一家华人超市做店员，后因店铺关闭，无奈回国。回国不久，她又立马报名赴德国，入职了一家自助餐厅做帮厨。可刚工作2个多月，在国内的儿子生病了，她又不得不回国照顾。老板对此不满，她多次联系才追回被扣的工资，辛苦白忙一场，最终连中介费都没有赚回来。即便如此，一波又一波的蓝领仍在前仆后继。我们2025年初提交材料的那几批，整体办理都还算顺利。2025年10月开始，因为申请大量积压，拒签就开始增多。方鑫听说最近有个去奥地利的项目，一对中年夫妻在与雇主线上面试时就直言，只要能过去工作，哪怕工资低一些，他们也愿意。什么意思？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中介出国找工作了，也导致都积压了。开始在林凯看来，通过中介安排工作后出现的运气参差其实是将命运交由随机性支配的必然结果。不同于陆丰通过抽签，也有别于宋涛和方鑫依赖中介，林凯的所有工作机会都是通过自投简历获取的。这又是一个人，这林凯是通过自己，他不通过中介，自己投简历。也就是按这个宋涛、方鑫、这个陆丰、林凯的都是不同的方式出国。30来岁的林凯，他说目前在中美洲一家中资企业做后勤，自2017年第一次出国务工算起，8年间他的足迹已遍布3个大洲。林凯是北方人，高中毕业后做过网约车、外卖，干过保安、物业、后勤，在北上广收入还能略高一些，回到老家月薪便常年徘徊在2-3千元。在他长大的那座北方小城，去北美务工的不少，有人拿旅游签出境后黑下来，也有人直接走线，2条路门槛都不低。旅游签需要学历和财务证明，走线同样要支付一笔不菲的费用。林凯介绍，很多选择走线的人此前从未出过国，他们往往从东北出发，经香港再辗转东南亚，最终抵达北美。具体路线不固定，通常是过一关付一关的钱，蛇头坐地起价，半路甩人的情况不少。机灵点的花个4-5万元能到，被坑个10来万的也大有人在。而林凯倾向于一条更稳妥的曲线，先积累海外项目的经验，再以此为跳板，一步步靠近目标。自2017年起，他辗转多国，在印尼港口做过行政，在刚果金矿企当过武装警卫。你看这哥们还真能折腾，还去过刚果金呢。在匈牙利光伏企业当司机，在荷兰做水电工，如今又来到中美洲。随着海外经历的不断积累，他的月薪也从最初的1.5-6千元，如今涨到包吃包住后的2.5万元。包吃包住2.5万元那就不错了。你想他就是个高中毕业没有任何什么民办大学本科什么的，在国内就是干保安、网约车、送外卖，通过自己努力。所以说咱们那个节目一直说事在人为，你不闯一闯，你怎么知道自己不行？有很多网友一说就是行，那我不行。那你既然你都不行了，对不对？那时候你就自认你自己给自己封杀了，你自己给自己搞了个天花板压在身上。这个叫林凯的这哥们儿，你看高中毕业就靠折腾，对不对？人家现在包吃包住2.5万，这关键是经历。你说他有5大洲4大洋的工作经历，这个也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啊。在林凯看来，真正的好工作不会流向中介，需要中介推荐的岗位通常都特别辛苦且工时极长。想找到好工作，关键是学会打破信息壁垒。林凯的突破是卧底劳务中介，进中介不是为了赚提成，而是借此把自己送出去。也就是说，他为了找工作，他先去中介打工去了，这个很有头脑。身处其中，他不仅得以接触大量岗位信息，
也摸清了中介收集和包装这些信息的套路。入职中介一周后，他便开始广撒网，试用期未满就拿到了赴印尼工作的机会。此后，他几乎每隔1年半左右便换份工作，在各大招聘平台海投简历方法被他沿用至今。没必要开会员，单个平台日投上限200份，坚持投满，海里总能捞到针。与此同时，逐年积累的海外务工经验也让他在竞争中更具优势。你看，他就是这么用的这个比较笨的办法，在各大平台投简历，投海外工作的简历，每个平台上限200份，那你就一天投200份；如果300份，你就一天就投300份，反正就是投，盲投，大海捞针，总有碰上的。你长期坚持下来，见多了天南海北的人和事，林凯对出国务工的坑越发熟悉。在他看来，很多问题都实于劳动中介。正如方鑫所说，经中介出国的人很少会说中介好，只要他们收钱能办事，顺利把人对接到雇主，让客户有份工作，已算有良心。而现实是，行业里的坑永远防不胜防。有出国务工需求的个人，可通过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查询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单，核实企业资质。然而，不少人对此缺乏了解。大家记住了，有想出国的人，你去搜一下，叫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然后查询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单。而市面上冠以国际商务咨询、出入境服务等名号的公司，很多并不具备依法开展对外劳务合作的资质。这类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匹配效率，但也伴随着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一旦发生纠纷，在多层外包的业务结构下，责任往往难以理清，维权也更为复杂。这个也就是说，大家如果想出国，你找这个中介也还是要擦亮眼睛，还是多方咨询、多方对比、多方查证。这玩意别人教不了你，你只能自己用心。你看这个林凯就是这种，你只要用心，你即便你是高中，你不照样出国吗？照样自己找呗。高中毕业，你说他干什么工作的？送外卖、跑网约车、当保安。所以说事在人为。当然了，这个报道他也重点介绍了这个骗局。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骗局形式和触角也愈发多样。2022年，林凯也曾动用过去澳洲的念头。他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一位在澳洲做外卖小哥的博主，又黑又瘦，说话朴实，很可信的样子。林凯观察一阵子后，逐渐看清背后的套路。他也不讲这工作多好，视频都在说自己多辛苦，一天干下来腰都快断了，但话里话外最显眼的还是一天能赚400多刀。林凯私信对方，发现二人是同乡。外卖小哥得知林凯经历和圈子后，迅速跑来橄榄枝，邀请他帮拉人头，承诺按单给出提成。你看，就很多拍视频的这些外卖小哥，这些什么在海外务工的，他们很多都是中介的，他拍的视频是为了引流，你感兴趣，实际上把你引到中介那儿去。也就这些手段都差不多，大家还是要自己擦亮眼睛，多个心眼儿，你防骗局啊。文章的最后说，终点与起点，我们工地很久没来新人了，还是蛮缺人的。临近2026年春节，宋涛赴以色列已满1年，按规定已有资格回国休探亲假，但他并不打算使用，主打就是赚钱。对宋涛来说，每个月最舒畅的日子莫过于发薪日。如国内类似，以色列实行累进个税制度，老板会在工资卡中打入几千谢克尔，其余部分则以现金发放。也就是说，这就跟国内很多企业一样，给你发的那个钱正好不够交税，然后剩下的部分给你发现金，这样个人就免点税。工友们常结伴去当地银行存钱，再根据汇率波动选择合适时点汇回国内。你看，出去打工都是为了赚钱，回国内。在以色列的中国建筑工人中，贴砖工和抹灰工收入最多，多采用包活制，按面积计酬，月收入可以达到4-5万元人民币。为进一步增收，一些工人还会利用每周唯一的休息日到公园摆广告牌，招揽清理庭院或贴瓷砖的私活，也就是连1周1天的休息日他也不放过，那一天就去干零工去，给人家打扫庭院、
收拾屋子，一天也能赚不少钱，对不对？反正出国是为了赚钱，与强烈的赚钱欲望相伴的是极致的节俭，住宿和水电无需自付。宋涛每月开销在1000元左右，他身边最节省的工友甚至还能再打对折。大部分人都很省，下班或放假在家一躺就是一天，吃饭也是吃不死人就行。大家都是出来挣钱的，额外的开销一分都不会花。宋涛还记得第一个月工资顺利汇回家时，心里那份踏实。到2025年结束，欠朋友的10来万已结清，房贷逾期部分也偿还了10万元，只剩晚贷。他计划着多攒些，再去跟平台协商清偿方案。没钱的时候谈什么都是笑话，这个你看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宋涛签证期限为63个月，进度条走到6个月时，他称过一次体重，在每天约24000步，大部分为负重爬楼的消耗下，他足足掉了60斤。这样的强度至今未变。你看还锻炼身体，当然了，这个活不是个轻松的活，既然出国赚钱，就要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南方人物周刊这个报道后面还有一小部分，我就不介绍了。实际上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3年前还是2年前，在美国闹的一个是东北的一个夫妻俩，美国开卡车，不是在学校领免费的食物吗？他一边晒自己的收入，年薪有100万，但是又去奥莱购物，又去领免费食物，被美国的博主一下曝光了。我记得很多网友应该知道这事，估计应该有人想得起来。这夫妻俩人，我看完他们的介绍，实际上就跟今天南方人物周刊介绍的是一样。这2个人刚开始是通过中介去俄罗斯打工，在俄罗斯干了1年吧，大概也赚了10几万，夫妻俩就赚了一点钱。回国之后，大概签证到期，回国之后他就在沈阳还是在东北，他就是开餐馆搞烧烤，说1-2年这赚的10万块钱全部掉了，赔干净了，又没得玩了。结果又通过中介不知道怎么给他整到美国去了，到美国务工。到了美国之后，这个人他会开卡车吗？跑到美国去开卡车去了，夫妻俩年薪100万。这个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你现在他，我不知道这个人现在还在不是发自媒体发抖音，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毁了。他把女儿接到美国上学去了，小孩。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向他学习什么领免费食品，我是说你看，只要你有志气，你愿意吃苦，愿意钻研，愿意研究，还是有办法的。树挪死，人挪活，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所以我是最近这2年的，咱们一直是建议，如果你年轻，如果你身体还好，如果你在国内找不到工作，你在国内焦虑掉头发，你不如好好想一想出国。如果你现在手上有份工作，但这工作你好像也不太满意，这份工作也是朝不保夕的，那你现在就要做准备，比如学日语、学法语、学英语，先把口语练起来，学门语言，就准备做准备工作。还有的人对不对，你如果你现在工作闲暇时间多，也不饱和，也是有今天没明天，说不定哪天就要被裁，那你就对吧，学点什么电焊工，学点什么电工，对吧，等等，反正能学什么学点什么，这些证越多越好，也是为准备未来万一的失业了找不到工作，那就去国外找一找。你不要去那些什么电诈，什么东南亚，你小心这些地方，多去一些相对发达的地方。你看今天这个文章介绍的不是德国就是欧洲，要么就是以色列，要么澳大利亚，这些地方它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把人当人看。你要去的那些地方是拿人不当人看的，你就得小心一点，那你就得有像林凯一样的这种能力，那你的适应能力更强，你就能去更多的地方。但如果你说我没有林凯这样的决心和能力，那你就学宋涛，学什么？你要么去以色列，去澳大利亚或者去欧洲，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我们经济形势不太好，从就业能看出来，对吧？大家这几年肯定是压力越来越大，就业越来越难。但是我觉得年轻人没必要那么灰心，是吧？你把眼界放开一点，出国。你在国内的有工作的，那你要有个好身体，你把身体搞好，有时间的你再去学个一技之长，就学一学这些证蓝领，万一失业了，你也不用担心。总之不要虚度光阴，不要混日子，那混日子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事在人为。总之，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啊！当然了，最后也要提醒一下，不管你是去哪儿，你还是要把眼睛擦亮，要防止上当受骗、踩坑，凡事要多留个心眼啊！希望这篇文章对很多年轻人有帮助。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